阵阵秋风飘落叶，别离情未长续，却终是把乡愁思。浓情高义干无言，有老子出消息，弟兄相会好有情。叔叔姐，玉双梅。一本早些转回园去，要是单夜过久，又要受妈娘责骂呀。姊妹情长，还要加送一程呐。不必了，杜伟姐，你到同李公子去了，不知小妹将来是何光景呢？玉双梅，你又说这些话，又要使他心中难过啊！素姐，双梅，我同李公子到了绍兴，一定修书前来拜望。临别之时，我有言相赠，青龙来笑，松飞长疾，愿你们早作主张，设法跳出苦海，不要贪恋虚华，无此一生呐。我们记下了。不为美，你的妙金霞儿，我带出院之事，信息妈娘不知啊。多谢叔姐关心呐。仁兄，郊外锦瑟萧疏，两意情人，不必再为远送，请回寓所去吧。贤弟，愿意回家之后好好安排呀。小弟知道。师娘，刘官人，愿你从良之后必须擅自珍重啊。刘官人，想我堕落杨花，苦楚难续。自愿捐之从良之故，无非想此一生有个收藏结果。而今既得李郎亲言相待，又蒙刘官人接应成全，才得跳出苦海。我独为从此拨云见天，千仇万恨自今日起，我便一概抛却了啊。不错，有道是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愿你们夫妻一路平安，直抵绍兴。弟兄就此暂然别了。数位兄为远送，休要介意。下康里，但愿能被水相依。孟子玉才错火，两开并替，此恩德，既非夫，云是不义。兄姐也
原是为的贤弟杜十娘，有作将令人爱惜，也不会有负他深情那美意，我也知祖宗亏一起呀家事，回家好，你为兄早把书记，免使我在京城挂念你夫妻。不敢忘今世言抵挡牢记。宴上名声体面，装金银把可玩，传行在瓜州江南，御风雪停留此间呐。无人把我陪伴，来，我在岸上找了一片，都没有会唱会唱的姑娘。哎，你这个狗东西，连办这点小事都办不来，嘿，真是朽木之材，不可雕也呀！好好看着船舱，带我自己上岸去。是。
度，不应举杯谈心腹，多是为将倾国，既从良，怎能比当初？要去再续周郎谷，许久未谈自发疏。不要紧。怀抱琵琶笑面露，何必昭君出寨途？凡情不选，看去不。娘子，还有好久才能到家呀？还有3天，还有3天就要见着公公婆婆了啊！丽娜，你在想什么啊？时辰不早，娘子，请去安静吧。哎呀，看得好啊！恢复啊，听了手啊！轻弹一曲啊！非小看幸运啊，家一主入深泉。犹豫起初，隐藏中啊，未看清楚，但不知啊，容貌何如？想必为不邪所致。才在此啊！今朝独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不免赶快回船，吩咐烧水，将我的船撑去，靠近他的船，两船相近。哎呀，何愁看不见他呀！哈哈哈！
船靠近，不难问。新民呐，出瓦身呐！哎呀，好啊！昨夜弯月bin风景，弹琵琶定是此人，风雪足凑我之心，在此地巧遇佳人。哈哈哈哈！贾姨儿，我在此观景呢。还有何人呢？今日重返南京啊！人作我不理，到家中路途越近，杜十娘欣喜万分。哪知我胸有眼病，却不好对他出声。在船头扇一扇门，雪满山中告诉我，月明林下没人来。此人不朽啊！他名是风雅文人，他名是风雅文人。啊，那位兄台，小弟有礼了。兄台，此地为何啊？小弟来新安县人士，姓孙名父子善来呀，有读如书，不求功名，现充本郡盐商，建议上纳国客，在此羁留。请问仁兄，高姓真名？小弟姓李名家，字子贤。哦，原来李兄是进了。船陪瓜州码头，想必为风雪所阻啊。然也。好啊，你我何不一同上岸？一来万万山水，二来会会斯文，不知怎意如何啊？这个，哎，所自相逢，两不见弃呀。既蒙雅爱，地当奉陪。如此，请稍后片刻。娘子，临船生兄约我上岸观景，不知你可？上岸观景，正合其意。必须早早归来呀！知道。真兄亲，李兄亲。
问兄主何州哪郡？家住在浙江的绍兴。曾大人官居几品？为不正告老归宁啊，因何故离了援军？为国民趁道燕京。兄可曾讨要时运？举起时一家一山村，到州中偶见李印，那定是曾嫂同心。他是谁呀？李兄，与你同州的究竟是谁呀？在京中偶然高兴，地心那一个小心。恭贺兄艳福不尽，他又是哪家千金？每此人红颜薄命，杜十娘青楼要命。她就是杜十娘啊！然也陈兄，你听见过她吗？早知她名传远近，怎与兄白头定名？与他两心相印，因此才救他出火坑。哎呀，李兄，你真多情呐！算不得，算不得。沈兄你看那里好精致啊！是。早听过朋友谈论，杜十娘名动眼睛，万不了如此操心。瓜州都巧遇一人，还需要仔细追问，做一个见缝插针。李兄，你看那里有酒楼一座，今我何不前去饮上几杯，一御风寒如何啊？如此甚好。请啊，请。有句话要把兄问，说错了不要多心。什么事？那曾崇可有父名啊？贾范言未并双亲，曾夫人是否依允？归家后再与他言明。弟兄啊，什么？你为此事非怪小弟说你呀，咦，你只怕有些欠妥啊。何故啊？
你既未得双亲允诺，又未得临阵点头，若是猛然带师娘回家，咦，只怕实在有些欠妥啊。神兄，据师娘之意，暂时侨居苏杭，浏览山水，待小弟先行回家禀明双亲，再看如何。哎呀，李兄啊，曾大人曾为不正，是相官黑黑有名，能家法必定严谨，其用计败坏门庭，况兄弟前程要紧，将来要金榜题名，若失去为官掌印，咦，怕同了讥诮难听哦。仁兄说中我心病，这两日为此事担心，在京中把千金耗尽，又聚会青楼之人，就怕得家父不允，这逼我败坏名声。望仁兄把地指引，是到此怎样实行？当然了，当然了，以我一见如故啊，兄有为难之事，小弟岂能坐视不理吗？不过事情呢，倒有些为难。哦，弟兄，不如怎么样？孔兄见怪，是不好说，是不好说。神兄不必顾忌，快说快说啊！李兄啊，为师娘以命里两身，归家去难见临分，倒不如国系断正，再设法凑聚千金，胸怀才转回元军，必然是浪尽风平，既可免门楣逼身，更不知断送你的前程，把师娘托为安等，又不负知心美人呐、兄从此家庭和顺呐、孝子贤孙呐、不错啊，不错啊！我若翁然返家，父不以我为子，妻不以我为夫，亲朋耻笑，认为我是败行男子。哎呀，那是我才难处啊！不如以神兄之言，倒还妥善。神兄，你千金现在何处？师娘又安等何方啊？不要紧嘛，只要兄愿意如此，小弟就成全你嘛。神兄莫非愿出千金拒师娘吗？我倒非为师娘啊，全是为你设想啊。这师娘我都不敢拒，怎么你又拒得呀？哎，李兄啊，李兄啊，
一直知其一，就不知其二啊！我来经商之家，不必还门。况我前年丧父，去年丧妻，纵然聚会10两，也不会有人说我败坏门风啊！所以我觉得你就聚不得呀。哦，沈兄说得在理。如此必便先行回州，与师娘商议，并早便过州来复命啊！好啊，哦，成与不成嘞，倒是凭在仁兄。总而言之，你的前程门风要紧，定要三思啊！你就回州去了。好，兄先请回船，弟还有事耽搁。好，小弟告辞。见我应有成朋友，慷慨如今将此人。嘴要甜来，心要狠呐，不然怎会得家人呢？
根针，云不抛掉，手盘船篷望江口，李郎不回，我此望在船那头啊。夫妻们下一炕里情深以后闭门酒啊，你情深等夫归堂。深山来同人情，帮我抬头啊！他知我就是啊娘，胸有隐忧，在酒楼多梦啊，他帮我成就，免得我败家身。归梦休啊！这件事叫我怎样开口啊？哎呀，想必是李郎归来了。李郎，快请进舱来呀！在舟中，期望夫许多时候，许多为什么起根后一才呀归走？身上来要月子，东楼饮酒，花烧长须不啊觉，真相出丑。种花场烟火子，
把娘子候久了吧？岂在船舱必有美酒，与君叙叙家常啊。啊！你郎，你今夜归来，神色异常，莫非生病了吗？正好开口说出顺的难免反不成那愁，若不说又不能带他同走。哦。
子，一生人间寒一头，一不安情深情忧。你从早的船去回游，归来时却为何不与低头啊？七彩粽子把酒，你心儿泪定有深夜有。我会有时多饮几杯酒，心绪烦躁，酒气涌后。啊，娘子，不要多疑呀！夫妻家有事商量要说出口，或许一律在心头啊。哦，莫不是在中途你怕盘飞不高，这一点小事情我早已晕愁啊。不是，不是。哦，莫不是你怕风雪阻挡难行走，归心似箭变身影。不安然，就是言语错出口，冒犯你我来陪你把追求啊。再不然，你想求功名，怕无时候你有文采，迟早注意会点头。我想求什么功名哦？东猜西猜猜不透，我想过什么法儿去见你郎的你呐，今天你还到哪些地方去来呀？
我同生兄只到东楼饮酒，并未另到他处啊。哦，到东楼饮酒，我猜着了啊。不是，再不然你同他将门文章难长愁。不是，那你定在那酒楼之上出了什么事情？你快说嘛！杨子期再三追问我难开口，这件事我是不好对他说冤哪有。因我夫妻情以后，你越有来，我越呀愁，有甚事不好说出口。夫妻家天大之事也好伤愁。你说嘛？娘子，以我之见，你还是怎么啊？不要同我回家的好。你怎么会突然提起回家之事来了啊？我本意与乡亲相期白首不提防，忙中错少算一筹。你又把哪一样少算了啊？未开言先告罪，忘其缘由。夫妻家话说错了也不要紧噻。家园事，干生兄替我运筹。那姓孙的与你说些什么啊？高堂上家发言，空气难受，绝不许举亲回门庭蒙羞。深山来是燕上家之富有，新安县大绅士年少风流。你再夸他豪富，又说你岂不能同意回家？你莫非要把妻嫁与他吗？卖与他呀？你都猜中了啊！他须有前房妻，早已要收两子妻，跟着他容易出头。你嘛，听你之言，莫非真的要把妻嫁与他吗？你怎么会想出这个主意来了啊？在京中名不成，空空两手怕的是负罪问我无话应酬。圣人兄他愿意把我成就出平津，1000两奸夫不愁。杨子期也得配个家偶跟着我，两无疑难到白头。做的事叫人难受，在
而已。故儿啊，此言语乃是我的心意，你是也不是啊？哎呀，娘子，眼看回家日近，我为此事十分忧愁。幸好神兄愿意千金娶你为妻，你的终身有所依靠。我得千金好回家，虽然寄出下策。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果然。你好狠的心呐！将他跑一遍，倒不如依然带他回家转。
正是两全其美之计。嫁于深山来，终身富贵，有哪些不好哦？爹郎，你要三思啊！我们临行之时，刘官人之话，你就忘了吗？我是想过来的，这是事出来呀。爹郎，我们此刻若有千金呐！哎呀，娘子哎，纵有千金，我也不敢带你回家呀！啊！微臣允诺，聘金尚未过手。好，我答应就是。娘子既允诺，明日就要过招啊！明天。是天色未明，一块梳洗，不过招回府生兄去了。一手交人之事，那是
新装，更添娇艳。沈兄，请稍后片刻，我叫师娘出来相见。好啊，我候你呀。过来，把银子抬箱来。师娘，快来！沈兄，他要见你。我正要见他。满腔悲愤无写处，化作长江起路逃。那是杜十娘，就我方面恨不一见，今日相遇，心神啊，心神啊，学生有礼了。你就是沈岩桑吗？哦，是。我们问你，天地这样宽阔，哪里会聚不到一个妻室？你怎么会用此毒辣手段来活活拆散人家的夫妻呀？唉，我无非为了成全弟兄之事，哎，又怎能怪我啊？哼！李家，你就这样忍心不要我了吗？银子他都要收了啊！真是万空长叹把天赋，世道人心太残酷，何处是我容身的天哪！长恨终生不泯
雨，妇女郎打了点不差。去来何用？不必多问。是。师娘，想我家子豪富，跟着我又有哪些不好啊？你可知我在下内装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我若不说，娘你也不知道。我困风尘数年，稍有积蓄，是为终身之计。我下中藏有百宝，价值万金。直到随你返家之后，双亲若是不用，我便将私下献出，以作进谏之礼。谁知你反复上中道见起，家偶变成冤偶，群人反作仇人。我下中犹豫，眼泪无助，你家这不是我负你，乃是你负我啊！